好，今日嘅精華場波喺日本東京美之足球場，東京打比賽。因為嗰上半場，哇！呢球波一斬入嚟，爭啲頭條可以搞掂啊，開波早段。跟住上半場都係呢個 FC 東京，哇嘅攻勢。呢球波，左頭衞喎，一抽仲要抽正條尾。呢球波哇推窄咗啦，又俾東京門將長，東京門將長澤嗰條。呢個波哇，深田晃樹一推，個領先1-0。哇！跟住東京反撲啊，上半場就左頭衞揾撳個波出嚟。失碌成啊！呢球都搞唔掂，但係唔緊要。跟住呢球波撳入嚟，失碌成一立轉身，右腳一抽網頂啊！失碌成，哇變咗右翼咁樣嘅球波，失碌成啊！好亢奮。跟住下半場呢個波，哇斬入嚟又有機會啊！深松真人啊！個波一兜入去，哇！塔挑無功而還啦都。跟住呢個波啦，保持95分鐘。失碌成呢個波射出嚟之後，呢個最後機會咁滯啦。最後機會啊！呢個波。左頭衞揾一滴落嚟想射塔 Q， 長槍個上一支個波搞掂啊！2-1啊，95分鐘啊！一立哇轉埋身啊！啲基本功好啊，日本仔呢啲。個波後腳一立轉埋身，跟住左腳一支一氣呵成啊！動作一氣呵成，冇嘢好講，長倉幹事。FC 東京呢場波驚濤駭浪之下贏到呢個東京打比2-1，反給呢個東京綠洲，靠住呢個長倉幹樹絕殺嘅打比之王。上年嘅又係佢，今年又係佢。加油 FC 東京！